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人生实在才开始，是开始啥物呢？就是观察盐放湿者，糖尿病、中风、老人目睭无，目睭有，目睭像乌影乌影，搁有啦，骹头有无啦？恁厝是拢送咧烦恼，送咧做主啊！我是一家之主啊，当然嘛是我做主。那安尼恁某咧？阮某惊我一点，伊是一家之王啊！我心情无好，你敢会当陪我开讲？我心情较好，你毋通来甲我影响。非常好的三句话，第一句话，你的责任就是你的奉献，你的经历就是你的资本，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。第二句话，复杂的代志简单做，你就是专家；简单的代志重复做，你就是行家；重复的代志用心做，你就是赢家。第三句话，美好是属于自信者，机会是属于开拓者，奇迹是属于坚持者。总结，你若无想要做，总会找到借口；你若想要做好，总会找到方法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欢这撮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爱看，有的 camera 明白按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！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爸啊，摕支支写歹伊的手机啊，去问其理论。爸啊，你的手机啊是安怎呢？我的开飞行模式的对比啊。